然你今日說起太子之事，寡人就跟你說说太子。玉儿只希望国本归一，其他不敢妄言。你不妨只当眼前是林家老伯，直言不讳好了。当儿是寡人唯一嫡子，勇猛果敢，立刻拔山，是开拓疆土的难得人才。所以前些年，寡人一直视当儿为秦国未来的储君。但随着他渐渐长大，寡人看出他勇猛果敢，只不过是抱虎平和、匹夫之勇。王者需胸懷天下，威而不猛，有勇而无谋，有败國之危。大王若以为公子当不妥，那谁人更让大王中意？公子华年长，心思縝密，军功显赫，但魏国的势力曾对他有所企图，加之他还有个不争气的娘亲，难免束缚手脚。剩下的就是继儿。继儿天资聪颖，良知良能，是寡人心头最爱。大王可愿听月儿一言？说吧。在月儿看来，公子当和公子华虽都璞玉有瑕，但继儿却是最不宜继立之人。为什么？继儿年幼，天性未定，聰明伶俐是好，但若一日变得過於算計，也會因計謀過度而失德。當年大王看好公子當果敢，可舊日果敢，不也變成了今日魯莽？何況繼兒因年幼，大王格外寵愛，性情柔弱仁厚，事事又依賴於我，聰明，但缺少決斷。江山社稷，卻是要一個更有決斷的人來做主。這是你真心話？你真不願繼兒成為一國之君？作為母親，我希望孩兒既不辜負大王之望，又能一生平安無恙。若勉為其難做一國之君，萬一有差池，如何面對列祖列宗？雖然繼兒不堪國君重任，但仍可盡其所能，守護大秦社稷江山，造福一方黎民百姓。好，那依你之見，何人更為適宜？若以長遠計，公子華更為合適。公子華曾為先王後撫養，借先王後之勢，是眾朝臣心中的儲君，一文一武，德才兼備。更因公子華業已成年，心性已定。雖然魏國勢力曾想左右他，但若能精心挑選賢臣輔佐，定能成其大業。可是，在寡人眼中，繼兒還是最好。只怕大王是愛屋及烏吧？後宮女子，若換個人處在你的位置，定會為了這太子之位，拼得頭破血流。月兒沒有大王想的那樣清高，只因把太子之位看得太重，所以才戰戰兢兢。如此，寡人需要再思量一番。此事的確要由大王悉心斟酌，但朝堂喧囂已久，立太子之事，不宜過分拖延。夫人，公子當又來求見。讓他進來。是。當兒拜見魏夫人。公子不必多禮，有話直說。魏夫人，你知道我曾在園子裡與貴侄女相遇，公主溫婉賢淑，花容月貌，令我一見傾心。
可我上門數次，夫人卻不准許我與公主相見，這是為何？公子道，不是我故意要為難你，反倒我想求你放過我和怡兒。怡兒本是來探病的，被你這樣3番5次上門來鬧，她如何還能在這宮裡待下去？王後一心找我的不是，若是讓她知道內情，定會大發雷霆。我受委屈倒也罷了，怡兒乃是未嫁之女，若是無端讓她受此連累，豈不是我的罪過？怡兒，怡兒，真是個好聽的名字。好了，這都是我的不是，我不該容她進宮探病，更不該讓她在我的披香殿的園子裡拋頭露面。公子道，你是王後的嫡子，王後對你的婚事早有打算，請你速速回去，也算是成全了怡兒。夫人，我是真心喜歡怡兒，豈敢有一絲一毫傷害她的心？女人的名節不是小事兒，任何人真心喜歡怡兒，都應該先稟告父母，向我王兄提親，行6禮，怎可像你這樣思鄉受受？我只是對怡兒思念心切，夫人若能容我，就看一眼怡兒，我自然會和父王母後商議。唉，公子道，你這樣糾纏不休，是陷我於不義呀。王後早已心存芥蒂，我若是如了你的願，定會被看成攻於心計，謀算公子的奸人，只怕連怡兒也會被安上放蕩無形、勾引他人的罪名。夫人，母後一向寬厚仁慈，豈會輕易傷人名節？夫人，王後來了。王後來了。她怎麼來了？是福不是禍，是禍躲不过。彩萍，先带公子到一旁等候。是，公子請。既然是这样，也就別怪我了。拜見王後。魏夫人，是你做的好事。臣妾不知做錯了何事。哼，你那個如花似玉的侄女呢？把她叫出來。臣妾愚鈍，不知道王後說的是誰。你怎會不知？你弄了個美人進宮，先是勾引大王，然後讓當兒夢寐以求，怎麼敢做卻不敢當了？哦，王後說的是怡兒啊。怡兒是受我王兄之